你有冇發現呢？廣告同影視行業入面，越識得操作嘅人越唔值錢，但越係識得決策嘅人反而越嚟越搶手。大家好，我係導演 Peter 哥，30年廣告導演、碩士班導師、註冊高級催眠治療師，全部嘅 VHBM 內容都可以喺 Linktree 揾到嘅。其實呢個現象唔難理解嘅。當 AI 可以一日出幾十條片，剪接、配音、畫面生成，全部都自動化，操作層自然會變得供過於求啦。但 AI 解決嘅只係點樣做，唔會解決做乜嘢同點解做。而呢一層就係決策層嘅價值咯。廣告同品牌從來都唔係技術戰，而係認知戰、心理戰同埋品牌戰。要判斷一條片應唔應該存在，本身就係一種高階嘅能力。所以市場真正缺嘅唔係識得用工具嘅人，而係識得用影片影響潛意識、判斷品牌方向同駕馭 AI 嘅人。影片催眠、品牌營銷教嘅正正就係呢一層，用影片同潛意識建立品牌決策力，而唔係淨係識得執行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ubscribe 之後留意返 VHBM， 即係影片催眠、品牌營銷法則100條嘅免費線上講座，同埋付費線上或者實體課程嘅公告。講座課程會教你點樣用影片同埋潛意識，再加埋 AI 嚟達到品牌營銷嘅超高效益。如果有乜嘢影片、品牌營銷嘅問題，都歡迎留言提問，我會盡量回覆嘅。如果公司需要個案顧問服務，都可以揾我。